后来乡亲啊，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5天，这台湾倒是安尼讲滚哦，总是超级的礼拜日。 那日白三个阵营拢到高雄来造势，啊，中国的解放军嘛来乱，嘛来斗一卡，派出着一只运巴的反潜机冲入台湾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，而且搁来放3粒空拍的气球，其中1粒更加是有史以来第一届飘过台湾南部的空隙。专家讲，这真有可能是中国介入着台湾选举的新手段。 我们的选择，柯文哲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昨昏和伊的副手吴欣盈伫咧高雄办造势，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。给我一个总统侯友宜。大选进入最后一个礼拜，国民党的家母侯友宜嘛伫咧同一天亲自力赢的票仓高雄来造势。 重要时刻，民进党的赖萧配嘛是转来到港岛回防，行政院前议长苏贞昌、总统蔡英文、市长陈其迈拢来徛台斗相挺。那白日昨昏拢伫咧高雄造势，不过中国解放军同款派出一只运八的反潜机进入台湾的西南方，搁再放3粒鸡龟仔超过海峡中线，其中1粒伫咧屏东西方114海里向东耍位，昨昏暗时12点21分无去。头一届超过本岛南部的空隙，第1月第1周总计已经有16粒鸡龟仔。那发现气球呢，可能是没有办法拦截的。那你刚好气球可能就造成了通过台湾领空的这样的一个印象，也或许是它的一个新的手段，挟这种这个空飘气球啊，那个形成某种程度的认知战，现在也许想对台湾的这个选举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介入。近期所侦获的空飘气球，主要的目的都是以灰色地带袭扰，企图运用认知作战来影响我民心士气。国防部嘛表示，国军用料敌将款的态度，嘛呼吁民众爱冷静面对，唔通受到中共认知作战的手法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